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討論辯題先由以下兩點出發。第一，現況。辯題講嘅配套完善，正如立法會文件指出，政府近年增加一系列中醫藥配套，例如2003年設立18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2010年確立中醫地位及行政架構，將中醫藥納入6大優勢產業之一，及後進一步增撥資源，推動中西醫協作計劃，成立中醫藥發展基金、中醫醫院等等。可惜嘅係，即使以往配套不斷完善，但根據政府統計處住戶調查報告書，求診中醫人數比例不升反跌，由1999年近20%跌至2016年嘅16.7%，而主要求診中醫嘅比例亦都由2014年嘅5.8%跌至2019年嘅4.5%。所以想問有方嘅問題好簡單，如果配套先係主要條件，點解以往配套越完善，求診嘅人數反而越少？相反，疫情後喺配套不變、醫院未落成嘅情況下，市民使用中醫比率升至4成7。正如中醫發展基金資助嘅教育大學研究指出，背後原因係基於市民對中醫藥認可明顯提升，相較2020年多6%市民對中醫持正面評價，認為中醫無效改善健康嘅受訪者少近1倍。邊一個因素係基於設施增加？第二，中醫藥發展困境。正如中醫藥發展藍圖指出，中醫藥嘅發展目標係要融入醫療系統，強化本地醫療服務，即係要成為市民嘅求醫選擇。但中醫藥面對嘅困難係咩？根據浸會大學市民對中醫藥嘅態度及醫療選擇調查，65%受訪者都認為西醫比中醫更科學化。當市民唔信任中醫，係咪多咗配套，市民就會突然改變醫療習慣？因此，要衡量何者係中醫發展嘅最重要條件，就要視乎大眾肯定，抑或係硬件配套係市民選擇中醫嘅前提。我方支持甲方辯題原因有二：第一，公眾認同，配套隨同。大眾肯定係推動配套嘅前設。根據醫務及衛生局文件，公共醫療嘅資源係按各區居民嘅需求同人口特徵提供服務，以滿足所有市民嘅醫療健康需要。例如，政府開設第一間中醫醫院，正如立法會文件強調，係基於市民對中醫嘅信心同需求上升，因此開醫院回應市民嘅殷切需求。可見市民有需要先會帶動配套落成。發問有方，如果市民冇需求，配套完善俾邊個用？第二，民心不傾，配套成空。如果公眾唔信任，就算配套做得再多，都冇人用。例如，以往政府推動中西醫協作計劃，喺公立醫院引入中醫參與協作治療，但正如靈實醫院內科部主管黃慧賢指出，只有30%嘅病人願意接受中醫協作治療，成效不彰。又例如醫管局資助18間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係有方口中嘅配置，但根據2022年嘅審計報告，中醫診所平均使用率得38%，最低嗰間甚至得17%，但同期西醫門診嘅平均使用率係92%。發問有方，如果配套先係主要條件，點解以上嘅計劃有晒配套都冇推動？定係冇市民用，啲配套擺喺度都叫發展呢？多謝各位。主辯所用嘅時間為3分54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現在有請辯方主辯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下計程示意。在座各位大家好，聽完有方開辯，唔難發現有方錯判現況。有方以為大眾對中醫認同不足，但係衛生署19年嘅報告顯示，有47.2%嘅香港市民喺過去1年內有使用中醫服務，而22年18區嘅中醫診所更錄得150萬使用記錄，可見中醫使用率係唔低嘅。同時，港府訂立嘅中醫優勢病種清單入邊列明各種嘅新冠後遺症、痛症、濕疹等嘅慢性疾病，適合以中醫形式治療。民調中更有66%嘅受訪市民肯定療效。再者，根據社協同埋老人權益聯盟喺22年嘅民調顯示，有60%嘅基層長者會向中醫求診，當中有60%唔知道有資助服務，而有80%認為預約機制太複雜，因此唔睇中醫。顯示中醫嘅行業根本問題係在於宣傳同埋資源上嘅配套不足，而非有方口中所講嘅公眾唔信任。
校方立場底下，中醫需要完善嘅配套，包括基建設施、資金、人才培育同埋社會環境等4項，組成完整嘅體系，惠及普羅市民。加上醫衞局局長盧寵茂以及中醫論壇皆以向全球普及中醫為發展方向。要達到以上目標，則需要普及安全、有效、便捷嘅完善配套，從而促進發展傳承中華文化。故此，行入便利標準在於何者更加能有效達到以上嘅目標，而我方認為係完善配套，原因有二：一、中醫現時青黃不接，完善配套有助其發展。現時香港有3間大學開辦中醫課程，年招收分中位數25分，名額僅只有100人。畢業生啱入行，平均年薪30萬，比起同樣啱入行嘅西醫住院醫生，足足低咗50萬。即使有意入行，高昂嘅門檻、薪酬嘅落差、社會地位上嘅劣勢，都會直接導致中醫人才流失。不過，根據港府中醫發展藍圖，政府有意建立更加全面嘅專業人才培養體系，於各大專院校全力咁推廣管理層培訓生同埋畢業實習生嘅現況底下，中醫發展唔應該拘於傳統觀念，而應該順應趨勢，按照發展藍圖，積極完善宣傳配套，改善薪酬架構，開增中醫課程，為有意投身中醫嘅人鋪好明確道路同埋透明化晉升空間，利用完善嘅人才配套，例如人力管理、人力資源管理、3P 模型等，去培育下一代接班。第二，對症下藥，完善配套，優化現行措施。香港現代中醫研究發展中心袁冰教授指出，香港中醫發展遲緩係因為體制同埋配套上嘅不足，強調需要改善現有嘅配套同埋宣傳，例如現時嘅制度為咗避免混淆中西醫，要求中醫更改專有名詞，例如將結石改為石林、流行改為時行等，令大眾難以理解中醫，不利普及。此外，台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授都指出，現時生物科技嘅研究技術日益完善，但係中醫行就缺乏相關嘅器材同埋研究，導致中醫難以透過臨床實驗去證明其成效，窒礙中醫發展。因此，港府推出中醫嘅發展藍圖，對症下藥，引入新型科技，例如人工智能問診及雷射針灸等，亦都建立標準體系，例如簡化中醫預約程序同埋宣傳中醫優惠政策，又全面實施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規範，為357種中藥制定國際認可參考標準，幫助中藥正規化走向國際。可見配套完善後，可以針對行業痛點，同時惠及社會。大眾嘅肯定係唔會憑空上升，必須要透過唔同嘅科研同埋措施去提高佢哋嘅肯定。可見完善配套既係發展嘅必要因素，亦係推動支持嘅先決條件。著想問有方，如果大眾嘅支持同埋肯定係關鍵，咁點解中醫嘅發展仍然咁遲緩呢？多謝各位。再有請甲方一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佢嘅指示。主席、評判，仲有各位大家好。有關成條主線只係論述緊配套有幾唔夠，我方都同意㗎。但係辯題係一個比較講先後，所以我方都證明咗喺配套充足嘅情況之下，係中西醫協助計劃有配套都冇人用。咁點解唔係證明大眾肯定先係先決條件呢？所以喺配套不斷增加嘅情況之下，統計處嘅數字就顯示，醫管局轄下中醫診所嘅就醫次數比例由2012年嘅1.1%下降至2019年嘅0.8%。有方點解釋呢？定係有方交代翻呢7年期間有啲咩配套係取消咗嘅呢？再睇有方嘅2個論點，第一，有方就話有配套啊，所以咪會俾到學位佢哋可以發展到教育咯。但根據統計處過去20年間向中醫求診嘅人數比例冇明顯上升，但新增嘅註冊中醫數目就越嚟越多。喺2012至2019年期間，升幅超過70%。市場上已經有過萬個嘅中醫師，最終正如較大有關香港中醫專業發展嘅調查，訪問咗1541名嘅註冊中醫師，近90%嘅中醫都覺得中醫嘅市場競爭大，供過於求。咁點解仲要增加呢？更加重要嘅係，如果大眾唔肯定，就算你有幾多人才，一嚟冇人對產業有信心，二嚟啲學生讀完個中醫學位都冇人去求診嘅話，唔係真正嘅資源錯配咩？第二，有關又話配套
咧就可以推動中醫宣傳教育啦。但係有方調轉咗啊，因為按照你嘅邏輯，只要有配套，市民就會認同中醫。中西醫協助計劃應該要好成功嘅喎，咁點解最後得返30%人用呢？所以有方就要解釋啦。相反，市民支持先係發展嘅前提。正如中醫藥發展小組委員會都指出，中醫發展係要以市民醫療需要作為出發點。咁點解唔係證明咗配套係基於因為市民嘅需要呢？在座各位，事實上中醫發展唔係局限喺公營醫療，更加係市民嘅日常選擇。但究竟喺佢哋有得揀嘅情況之下，市民又有冇選擇到中醫呢？睇兩個例子。第一，私家醫生，佢哋唔受政府嘅配套影響，但正如統計處數字指出，同樣係私家醫生選擇私家西醫嘅比例比私家中醫嘅高出3.2倍。正如中醫藥發展基金嘅研究報告都指出，傾向使用西醫嘅多過中醫嘅最主要原因係因為覺得中醫嘅治病復原速度比較慢，但實際上面中醫一樣可以3劑見效。點解呢個唔係刻板現象呢？配套又影響咗喺邊度呢？第二，成藥市場，成藥同樣係唔受配套影響，但根據中醫藥應用調研及研究資助計劃報告，購買西藥嘅受訪者比選擇購買中醫藥嘅多出近1倍。以新冠病毒為例，同意西藥可以有效預防及治療嘅市民高達78%，但係中藥嘅得1/2，淨係講藥物市民都唔揀啦。咁點解仲要證明係做公眾教育呢？多謝各位。嘅時間為304秒，放過時無需扣分。現在有請辯方一副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示意。各位大家好，所以咧嚟到一副咧簡單拆解右方幾個邏輯嘅漏洞。首先右方咧出到嚟同我哋講數據，佢話去到2019年咧中醫嘅使用率又下降咗，但右方自己又話咧疫情之後中醫嘅使用率反而上升，自相矛盾。其次第二，今日右方一副同我哋講到中醫師需求過多，但係中醫師需求但係香港有過萬個中醫師嘅問題，我方唔否認。但問題係今日醫管局18區診所就係聘請咗415個中醫師，平均每間診所得20幾個中醫師，導致輪候時間大幅上升，喐啲就要等幾個月甚至半年，供不應求。可見現況下配套根本不足，甚至乎根據估算，去到2023年，香港中醫行業會出現大約200個中醫師人手短缺嘅問題。而中醫師林培一亦都指出，完善招聘體系同埋人才培育係中醫行業嘅發展嘅當務之急。可見單靠嗌口號或者公眾支持，根本就冇辦法真正解決吸納人才嘅問題，而要透過中醫藥發展藍圖、完善招聘機制、完善薪酬體系等等嘅問題去吸納人才，真正解決問題啊嘛。首先我哋睇翻當年例子，當年港英政府推廣西醫嘅時候，靠嘅都唔係只係一味谷公眾宣傳，而係透過建立一系列嘅配套，例如佢哋設立廣華醫院，建立西醫教育同埋法律制度。呢套由政府主導由零開始嘅系統式工程，先至係導致西醫可以迅速喺香港扎根，甚至動搖中醫主流地位嘅原因。歷史都話咗俾我哋知，政府嘅配套建設可以帶嚟點樣嘅力量。如果當時港英政府唔投放資金、唔投放資源，淨係一味嗌口號提升公眾宣傳嘅話，今日嘅香港西醫又點會發展得咁蓬勃呢？除此之外，社協嘅民調亦都指出，有80%嘅市民認為配套不足。有方今日出嚟同我哋講話咩配套一直上升，但係冇人用。但係冇人用嘅原因係咩？咪就係因為宣傳不足咯。有60%嘅長者根本就唔知道香港有資助中醫服務，而有更加多市民更加係連政府推出咗咩中醫嘅配套優惠政策，全部都唔知。呢啲咪就導致配套冇人使用嘅原因咯。如果唔增加宣傳，唔推廣呢啲配套，呢啲配套又點會有人用呢？所以呢個先係真正嘅問題，而唔係大眾肯定不足啊嘛。甚至乎今日大眾肯定嘅情況根本就冇有方講到咁差。原來有過半成嘅市民都會睇中醫，有50%嘅市民更加會將中醫視為調理身體嘅主要選擇。有60%嘅市民亦都認為西醫喺調理身體或者長期痛症等呢一方面嘅療效都遠高於西醫嘅時候，唔明點解今日公眾肯定會講到好似有方口中就咁差呢？更何況今日要衡量一個行業發展與否，唔係單睇有冇多咗人使用，原本就會使用中醫嘅病人，如果佢哋得到嘅診療待遇更加好，都可以算係一種發展。例如今日透過完善配套，原本就會睇中醫嘅市民可以得到更加完善嘅醫療服務，例如佢哋唔需要再俾複雜嘅預約系統困擾，因此今日辯題理應成立。多謝各位。
方一副今嘅時間為3分0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現在有請站方一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下計程士。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4個字歸納有方過分理想。有方覺得配套完善咗就自然會有人睇，但係乜嘢叫做完善？幾時先可以做到完善？市民睇西醫咁多年，西醫嘅配套從來都唔係完善嘅喎，但係人手嘅比例繼續都係1000比0.9，醫院繼續供不應求，但係求診人數反而就係不斷反升。如果唔係市民對西醫有肯定嘅話，咁點解排咁耐都要睇西醫啊？所以好奇怪嘅喎。公營嘅醫療系統壓力咁大，西醫根本都負荷唔到。如果市民唔係有信心、有需求嘅話，咁政府又係基於啲乜嘢嚴加配套呢？有方全場都冇解釋過嘅。有方話配套可以推動中醫宣傳教育喎，但係有方調轉咗啊！因為按照你嘅邏輯，只要有配套，市民就會認同中醫，中西醫協作計劃就應該好成功。但係點解最後得30人用呢？有方要解釋。相反，市民支持發展嘅前提，正如中醫藥發展小組委員會指出，中醫藥發展係以市民醫療需要為出發點，所以點解唔係證明咗配套係基於市民嘅需要呢？有方話政府對中醫嘅資助不足，但係根據中醫藥發展基金自己做嘅報告，喺醫療收費方面覺得西醫係更貴嘅，市民係高於中醫嘅3倍。但係如果資助同埋配套真係考量嘅話，咁點解市民又唔係選擇去睇中醫呢？相反，根據統計處，市民選擇西醫定中醫最主要嘅因素係藥物嘅見效速度同埋醫生嘅口碑，得10%先係會考慮診金嘅。所以有方係咪論證緊嗰10%呢？同埋啱啱疫情後係因為市民嘅信心上升，所以近年嚟使用中醫嘅人數先會上升，但係佢依然都係比西醫少嘅，所以其實係有上升嘅空間。但係2019年嘅時候，其實佢嗰啲配套一直都係增加緊，但係人數反而仲跌喎。請有方解釋。我方需要強調，我方唔係否認中醫，而係喺大眾唔認同嘅情況底下，我哋需要做嘅唔係麻木咁加資源，而係對症下藥，解決市民唔信任嘅問題。其實放諸其他社會嘅問題一樣，大眾肯定從來都係先決嘅條件。例如回收啦，就算社會配套幾咁完善，有幾多個3色回收桶都好，咁如果市民係冇意識唔肯做嘅話，覺得分完類最後都係掉去堆填區㗎啦。咁你有幾多個回收桶都係冇人用㗎啦。又例如創科發展啦，社會對產業係有需求，政府先會提供資助俾公司預留土地支持創科發展，同樣都會開設學位做好人才培訓，所以係先有需求再有配套。有方答翻我邊一個產業係社會唔需要，但係配套好完善呢？更加重要嘅係辯題講緊中醫發展，而一個產業要持續發展就要得到新一代嘅認可，但係偏偏年輕人選中醫嘅比率係最低嘅喎。根據全港主題性住戶調查報告78號報告書，係中醫嘅年齡中位數係55歲，係細過20。多謝各位。冇過時無需扣分。現在有請乙方二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下計程士。最好大家好，今日我哋要知道咧，行業嘅發展咧必然係要政府嘅配合㗎，因為如果冇政府投入資金、風險監管、建立法律條文、制定嘅行業標準，點樣進步、點樣發展呢？所以今日有方你嘅立場，你要論證俾我聽，大眾認同係最重要嘅條件，必然地理論證俾我聽，大眾認同點樣去推動政府發展。好啦，今日有方同大家講咩啊？大眾認同咧就係第一步，就係推動緊政府發展。但係咪先？我哋睇翻歷史，從來都唔係。點解啊？因為呢個世界空穴來風必有因。點解呢個世界會無啦啦啲人唔支持中醫先？點解呢個世界啲人會無啦啦咁支持西醫先？因為有一件事去導致全世界有民眾嘅反應，去導致大家認同，先會導致呢件事發展㗎嘛。好似今日有方同我哋要發展辯論一樣，今日有方同學就話啦，多啲人打辯論咁啊可以發展辯論咯。但係我哋去問點解會突然間多咗人打辯論啦？可能係因為宣傳嘅配套出咗嚟，可能會有廣告嘅配套出咗嚟，同大家講你係咪嬲咗我啊咁樣，咁先至會最終去導致多咗人去了解辯論、去打辯論㗎嘛。所以今日有方同學唔係由我哋去拉條線可以見到去宣傳中醫，我哋知道中醫最大嘅問題而家係咩？係俾人覺得佢太神秘，我唔知佢點去運作嘅時候，我哋真正去宣傳佢，咪就係要去拉條線同大家講，原來咧中醫咧係咁醫嘅，原來咧點解咧我飲暖水咧就可以行氣活血，可能係咁樣先同大家去了解佢中醫㗎嘛，而唔係無啦啦喺一條線突然間中間插落嚟就話多咗人認知
知咧，咁就可以多啲人嚟去睇啦，咁就可以發展啦。所以咧今日咧有方同學論證唔到俾我聽，佢係第一步，佢係由根源嘅第一步去發展中醫嘅時候，今日有方嘅論證唔成立。再講啦，今日有分同咧同大家講話冇中醫咧肯定嘅時候，冇大眾肯定咧去睇中醫呢個配套咧幾好，都係得個吉。但都係嗰句啦，今日有分同學咧從來都唔會問點解嘅時候，今日有分同學兩個論點咧都係唔成立㗎。我哋可以知道咧，政府做事咧從來都唔係淨係睇佢多唔多人中意啊，係睇呢件事有冇價值㗎嘛。所以今日有分同學講得好好㗎，千禧年之前中醫咧嘅需求量冇特別起伏嘅時候，但依然選擇政府係實施中醫藥條例，去成立中醫藥管理委員會。點解啊？唔係因為有大眾嘅認同，所以去催谷呢件事發生啊，係因為我哋政府見到中醫呢件事值得做，應該要做，所以先去咁做啊嘛。再睇下歷史啦，我哋見到咧2019年咧中醫嘅需求量上升，係點解？因為我哋成日講話疫情中咗之後，我哋條氣會好喘，咁通過針灸嘅方式咧，我哋條氣就冇咁喘啦。再加埋蓮花清瘟膠囊，唔係突然間多咗人中意，所以先至會發展嘅，因為政府衞生網同埋政府嘅官網大力宣傳到街邊嗰位婆婆都知道嘅時候，先係真正去宣傳中醫，令到中醫知名度上升，搶購一空，推動發展啦。所以我哋見到㗎膠囊呢個例子，咪就係正好地去引證咗。今日我哋去發展中醫第一步係要配套去宣傳，先至可以去到有方你所講嘅第二步，去令到多啲人認知、民眾認同去發展咯。所以我哋今日有方同學咧由頭到尾都反對唔到一件事㗎，就係咩咧？就係配套完善，可以投入資金做科研，去用科學嘅實證去加持咯。今日有方同學講得好好嘅轉變，點解咁多人中意西醫啊？咪即係有科研嘅結果，有實證去加持。今日我哋中醫都需要呢件事去投入資金，有政府去把關入口藥材，令大家都相信中醫係安全嘅，係做得好嘅時候，再加埋全天候嘅宣傳配套去增加曝光度，先至係大眾認同催化出嘅呢件事情，唔係最重要一步。多謝各位。發展小組委員會亦都指出，未來中醫發展即將係以市民醫療需要為出發點。當市民有需求，政府係咪會加配套嘅中醫呢？我想問我想點樣提升市民嘅需求？咁即係按照你嘅邏輯，政府幾時先係會完善配套啊？唔係有方正面回應咯，你想點樣推動大眾肯定？咁即係有方都冇回應過我嘅問題啦，因為佢知道中醫藥發展專員鐘志豪都強調咗，發展設施之前係要令市民去肯定中醫，設施發展得再好，市民唔認同都係冇用㗎。我想問市民嘅肯定究竟會點樣提升啊？你話要有市民嘅肯定先會有配套，咁我想問市民嘅肯定究竟係邊度嚟㗎？問咗最後一次，可唔可以正面回應？你覺得配套可以推動中醫宣傳教育，但係你調轉咗喎，按照你嘅邏輯，只要有配套就有市民認同中醫，但係我哋點解我哋見到中醫協助計劃應該好成功咧？如果你有配套就會有多啲人用，但係點解最後淨係得30人用啊？係，所以原來問咗3次咧，有方都唔敢答，因為有方自己都知咧，市民嘅肯定咧，原來就係嚟自對於中醫嘅信任或者對於中醫嘅療效嘅肯定，而呢啲全部都係咩啊？咪就係配套咯，因為有配套令佢哋見到中醫嘅成效乜嘢，因為見到有科研證明咗中醫嘅成效，所以市民先會肯定，先會相信中醫，然後再之後嘅配套嘛。所以問咗咁多次，有方都唔敢答大眾肯定到底係邊度嚟，就已經成立咗我方嘅立場啦。所以再問啦，咁有方你覺得如果政府今日唔開中醫院，唔推出一系列嘅政策，淨係日日嗌口號嘅中醫嘅發展可以點樣推動啊？你覺得根據長者醫療具體檢調查報告，根據範疇方面，西醫嘅總申報金額高達41%，但係中醫得19%喎。有方唔使繼續數數據，問多最後一次，究竟淨係嗌口號要點樣完善到成個中醫發展？係咯，有方都覺得淨係嗌口號宣傳係冇用喎，所以其實我哋係應該要有市民嘅肯定咯。係，所以多謝有方幫你承認，淨係嗌口號宣傳係冇用嘅，所以有方今日嘅大眾肯定係咪就無法推動本港中醫發展啊？但係大眾嘅認同同肯定仍然係中醫發展嘅最重要因素。我哋從來都冇話唔完善配套，即使你完善咗配套同埋宣傳之後，你都有大眾嘅肯定，你先會啲人先會去用，先會接受中醫嘅治療㗎嘛。係，所以有方咪自相矛盾咯。啱啱先同我哋講完，淨係嗌口號冇用，呢頭又話要推動大眾肯定先有用。咁所以問到最後一次，你究竟覺得淨係單靠大眾肯定唔
佢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子出嚟支持量上升咗一個行業嘅發展會突然間係好多人中意先至之後先至會配套發展，定係分同學我哋要搞清楚係因為有政府嘅宣傳之後先至會多咗人中意啊？係因為有需求先發展咯。我想問第一步，你嗰啲需求點解會出現嘅？你多咗人要睇中醫咯。咁點解會多咗人要睇中醫嘅？咁但係如果按照有方嘅邏輯，如果你係要起配套嘅話，咁你配套越嚟越完善嘅話，咁點解你投身營數依然係會下降緊啊？唔係解翻有方邏輯先，有方話第一步要有大眾肯定先會有配套，咁你第一步嗰啲大眾肯定係邊度嚟㗎？咁點解你有方你覺得有咗設施，啲人就會可以去體驗你個服務啊？因為我哋見到咩？有咗配套之後，有科研嘅實證，有資金嘅投入，呢啲咪就係通通每一個行業需要發展最根本嘅要素咯。所以有咗呢啲要素之後，有方你唔做俾你聽，點解會冇咗人去睇，冇咗人去支持啊？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嘅係中醫藥發展專員鍾志圖都強調喺推行設施配套之前，要令市民肯定中醫，係因為跟中設施起得再好，如果市民都唔用嘅話，咁都冇人會。所以就證明咗大眾係肯定係配套嘅前設嗰啲點我方先收過。我想問點解多咗人睇先等於個行業發展咗？如果我本身就會睇中醫嘅人，佢哋受到嘅醫療福利更加好嘅時候，呢啲點解唔係發展啊？咁你而家要起設施啊嘛，咁你冇人用，你起嚟做乜嘢？唔係冇人用啊，所以咪講緊原本就已經有人用咯，所以就係問緊我即使我冇多到人睇咗，我原本嘅人嘅醫療福利高咗，待遇更加好，呢啲係咪發展？有冇正面回應？唔係咯，但係根據政府統計處做統計調查報告，佢嗰啲設施一路完善，但係佢睇中醫嘅人數係由1999年20%跌到去2019年得返4.5%喎，咁而家睇中醫嘅人數咪越嚟越少咯。唔係，由方搞清楚個討論重點，我方講緊嘅唔係多咗人定係少咗人，我哋講緊嘅係本身就會睇中醫嘅人，佢哋醫療福利好咗係咪一種發展？有方正面回應，最後一次。佢有邊方面嘅醫療福利好咗？例如而家嘅預約輪候機制好咗啦，佢哋有更加先進嘅科研設備啦，可以運用到雷射針就等低嘅技術，呢啲點解唔係發展啊？咁請問你哋所講嘅發展係咪淨係局部於而家仍然會睇中醫，而唔係向大眾去俾大眾認同？甲方時間要唔要？乙方上時至13月6號。咁你可唔可以向嘅指示？各位大家好，雖然來有自由辯論咧，有方仲未清楚成條辯題嘅定義。講推動發展咧，唔單止係多咗人睇，本身行業發展得更加好，亦都可以係一種發展。但係今日由方咧就逼我方二擇其一，一定要淨係論證多咗人睇先係好。但係我方舉出嘅咁多例子，有方一個都回應唔到。其次第二，今日根本就個數據根本就唔係下行趨勢。2022年仲有150萬人睇中醫嘅時候，都係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細個嘅時候，婆婆成日同我講，唔舒服就去飲碗祛濕茶調理下就好。我成日問點解唔去睇醫生，婆婆就話西醫食藥食到暈暈頓頓，中醫先信得過。呢種深入骨髓嘅信賴就係大眾肯定嘅根基。我哋從來都冇發現過呢份力量。
但係我都記得婆婆腰痛惡化嗰陣，現實就係另一番景象。唔知邊間中醫診所可靠，唔知點樣預約同揾中醫，醫療體系複雜難明。呢一刻我先深刻咁體會到婆婆呢份真摯嘅肯定喺配套缺失面前顯得幾咁無力同迷茫。縱觀全場，有方描繪咗一幅好理想嘅景象，只要市民認同支持，中醫自然會蓬勃發展。但係有方忽略咗關鍵邏輯，公信力從來都唔會憑空產生，而係靠科研成果、政府行動同完善配套，令中醫逐漸普及，市民先可以接觸中醫，從而促進中醫發展。有方主場冇解釋過大眾肯定從何而嚟，有方都唔敢答點解。講到實力，中醫嘅底蘊從來都唔弱，就睇當對最嚴峻嘅癌症，中醫角色都舉足輕重。最新嘅國際研究顯示，中醫嘅辨證論治同現代基因科技結合，已經可以為帶有特定基因突變嘅癌症病人顯著提升治療效果。另外，有60%癌症病人尋求中醫，主要係為咗緩解西醫都難搞嘅劇烈症狀，例如癌因性疲勞同嚴重失眠。舉個例子，一個結腸癌術後出現轉移嘅患者，服用中醫藥方華氏素進行輔助治療，有效抑制癌細胞嘅侵襲同轉移，配合西醫治療提高咗控制率。呢啲實例充分說明，中醫嘅實力同市民嘅需求一直都存在，而且非常強勁。聚焦而家，問題就更加尖鋭。中醫作為一個根本市民使用超過半數人都不滿嘅服務，佢嘅發展瓶頸，仲係大眾肯定不足咩？真正嘅瓶頸係在於我哋嘅中醫體系，仲未有一套足以承載市民需求嘅現代化制度。例如，中醫最講求辨證論治、因人施藥，但現時嘅服務模式同資訊系統難以支援呢種精細化嘅診療。甚至喺疫情期間，有研究指出，雖然超過一半市民服用過抗疫中醫，但只有不足20%人成功用到政府資助服務，好多人根本唔知或唔識用。呢啲配套上嘅斷層，先係窒礙大眾肯定轉化為中醫發展最大嘅障礙。所以中醫藥發展藍圖正正係對症下藥，唔單止係增加服務名額，更係要為香港中醫求賢面向未來，走向世界嘅制度基礎。因此，雙方今日最大嘅分歧在於，當大眾肯定已經存在，推動發展最重要嘅一環，究竟係將所有希望寄託於肯定，定係將資源同決心投向解決問題嘅根本？而政府用中醫藥發展藍圖同實際工程俾出咗答案，係配合。中醫行業嘅發展唔再係空談，而係提升市民嘅肯定，從根源改善中醫醫療體系，同埋制定明確嘅發展標準。而家中醫旅遊成為國際趨勢，都正正係因為由資金嘅投入同配套同系統嘅配套，從而建設設施進行推廣，統一安全標準同優質體驗，建立信心。最後，我諗翻起我婆婆，我哋推動中醫發展，就係要確保所有同婆婆一樣信賴中醫嘅市民，佢哋嘅肯定唔會再感到無助，佢哋嘅信心唔會再因為制度嘅缺失而落空。要將中醫呢份流傳千年嘅智慧真正扎根喺現代社會，守護每一位市民嘅健康，乃至走向世界，我哋必須行出最關鍵、最決定性嘅一步，而呢一步就係配套完善。多謝各位。嘅時間為3分47秒，冇過無需扣分。現在有請甲方主持20分鐘嘅提名時間，準備好只限計時事。近年香港多咗好多賣預製菜嘅餐廳，招牌鮮豔，配套齊全，開到成行成市，梗係有一間喺附近。按照友方嘅講法，佢一定係符合咗產業發展嘅要求，但最後食客唔埋單，覺得餐廳質素差，口味唔相符，一樣冇人食。一間餐廳最重要嘅係口碑，而唔係開得多開得遠。同樣地，藥同食物一樣，最尾都係要食落身體嘅。市民唔相信又談何發展呢？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嚟到呢邊我哋不妨問3條問題。第一，點解中醫喺舊香港嘅年代咁受歡迎？19世紀開闢初期，華人社會好依賴中醫治療，原因係打針、手術、剖屍等等嘅西醫療法都同華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為傷嘅傳統價值觀存在衝突，所以不為市民接受。後來去到1920年代，港府大力推動西醫及西式醫院管理模式，希望令市民慢慢適應西醫治療。其實一切嘅醫療選擇都只係建基於3個字：價值觀。所以去到新冠疫情，市民選擇嘅唔係蓮花清瘟膠囊，而
而係必理痛同細藥，已經反映咗大眾肯定係推動醫療嘅基石。因此，我方都用咗唔同嘅政府文件同研究證明，市民唔選擇中醫嘅原因，從來都唔係因為配套，而係偏好。所以去到第二條問題，大眾眼中嘅中醫係點？我哋覺得中醫見效慢、療程長，講求陰陽五行、寒熱虛實，調理太慢，覺得小病用得，大病死得。但正相反嘅係，揾資料嘅時候，原來小至傷風感冒，大至臟腑發炎，中醫都可以好有效率，一劑病見消減，3劑已見痊癒。好似普通嘅傷風感冒，2劑銀翹散或者係桂枝湯就可以好返，唔係一定要食西藥嘅抗生素。按嘔肚痛，6一散同樣立竿見影，都唔一定比西醫慢。甚至對急症，中醫都並非束手無策。中風可以針灸，止血散可以急救，病人同樣可以起死回生。呢個正就係學習，係大眾肯定嘅過程，又點解唔係撇除偏見嘅第一步呢？第三，咩先為之係一個產業嘅發展？中醫唔只係技術，更加係文化，係一套結合咗5000年文明、華人生活同健康觀念嘅醫療系統。但如果我哋今日係想中醫真正發展，而並非單純存在，首要條件就係市民對呢個文化要有足夠嘅認同，要持續使用。顯然已經屬於大眾層面嘅條件，而並非配套係咪完美。所以我方由前場已經開始論證，政府對中醫嘅資源不斷增加，但如果因為欠缺信任冇人使用，呢個先係真正阻礙中醫文化傳承同發展。有坊今日話唔知有配套就會有自然有人用，但唔知呢個係乜嘢邏輯？按照呢個講法，所有政策咩教育宣傳都唔使做，因為係一堆垃圾徵費，市民就會識得自己分類，一有醫院就會有醫生，咁係咪有盡有方嘅論證責任呢？加上有方話今日政府唔夠配套，咁點樣先屬於配套完善呢？在座各位，我方最怕嘅唔係市民唔信任，而係有方將所有問題都賴落硬件配套，唔解決市民嘅擔心。實際上，中醫比起我哋認知嘅更加堅實，甚至要配合飲食調理、生活方式，本身就係一種大型嘅行為改變，唔係單純嘅醫院配置，唔係多咗一間醫院就可以自動改變。再好嘅設施，冇大眾嘅需求，中醫發展就只會永遠停留喺藍圖同文件。我方相信呢個都唔係有方